好盼望你能夠係經歷到神嗰一個預備，同埋聖靈同在嗰一種嘅安慰。第三個節期呢，就係聖經呢度所講嘅收藏節，又或者呢係住棚節。收藏節或者住棚節係喺秋季嘅時間，以色列人係經過秋雨嘅滋潤，土地呢係已經有收成啦。所以呢，收藏節佢哋將所有呢啲嘅地裏邊出產呢收藏好，就開始係過住棚。住棚其實呢就係紀念神喺曠野地，當佢哋離開埃及嘅時間呢，係點樣係引領佢哋，點樣係與佢哋同在。咁所以當我哋睇見神係命定以色列人佢哋有呢三個嘅節期呢，其實就係要嗰班日後神嘅子民，佢哋常常紀念神過去喺佢哋整個民族歷史上高嘅工作。我哋都係㗎，信咗耶穌嘅人，神同樣係要我哋常常紀念神喺我哋身上嘅恩典，喺我哋離開罪惡，得到神嗰一個豐富嘅應許，喺耶穌基督裏邊進入到呢個天國，喺整個歷程都需要我哋常常係安靜落嚟，嚟到懷念，並且呢體會神喺我哋身上嘅工作。我盼望你唔好被現今好多嘅愁煩同埋困擾，係一路使到你對神嗰一個嘅心呢係淡落嚟。你要有時間安靜喺神面前，睇返神喺你過往身上嘅工作係點樣上嘅工作。下一節返嚟呢，我會同大家分享埋最後呢一個約嘅內容。神係盼望以色列人點樣了解認識呢一位神。神藉住摩西同以色列人佢要立嘅約，呢一個約書後來寫成。咁啊，呢個約書最後呢部分呢，就係神要俾以色列人喺應許上高一個好清楚嘅指引，就係當佢哋入到迦南地嘅時間呢，佢哋面對住好多當地嘅文化、當地嘅信仰，佢哋係一個外來者，佢哋點樣能夠去勝過已經係紮根咗好耐，並且嗰班迦南族人佢哋一路係實行緊嘅外邦人嘅信仰呢？所以神係再一次嚟到去激勵佢哋，就係喺23章22節嗰度提到，佢話：你若實在聽從他的話，照住我一切所說的去行，我就向你嘅仇敵作仇敵，向你嘅敵人作敵人。係一個對以色列人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嘅，因為到後來嗰一章24章呢，佢哋同神一齊嘅立約呢，佢哋都係講翻呢一番嘅說話，就係凡神所吩咐嘅，我哋都必遵行。唔單止遵行神嘅說話，係要避開呢一啲嘅敵人，有神嗰一個嘅看守同保護。要行神嘅說話呢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正如好似第25節嗰度係俾以色列人呢，佢哋祝福嘅。25節嗰度講，佢話：你們要侍奉耶和華你的神，他必賜福與你的糧，與你的水，也必從你們中間除去疾病。對當時喺古代近東嘅人嚟講呢，佢哋日常生活嗰一種嘅平安呢，係非常之重要嘅。能夠有豐衣足食，能夠身體可以冇殘缺疾病，呢一個係
佢哋能夠得到神祝福嘅明證嚟嘅。我相信喺歷代以嚟到今日，我哋呢一個嘅社會同樣係嘅。每一個人都係尋求緊生活基本嘅飲食，每一個人都係盼望身體係得到健康。聖經好清楚對神嘅子民有呢一番咁樣嘅說話，神佢會保守嘅。問題就係我哋點樣將我哋嘅心呢嚟到神嘅面前，識得去尊重佢、敬拜佢、侍奉佢，就唔係單為着我哋個人嘅好處，又或者呢嘅利益啊，我哋呢係求神呢俾我哋，我哋都需要喺神面前能夠去回應神，體會神係值得我哋尊重嘅神嚟嘅。最後一樣喺個約書裏邊呢，神係要對佢嘅子民講清楚，因為呢一個係同我哋入到迦南地好有關係嘅。就係當我哋入到迦南地嘅時候呢，神唔會立即容讓喺當地居住嘅迦南人呢係即刻離開佢哋嘅原居地。就係喺聖經29節講，佢話：我不在1年之內將他們從你們面前攆出去，恐怕地成為荒涼，野地的獸多起來害你。我要漸漸嘅將他們從你面前攆出去，等到你的人數加多，承受那地為業。呢個呢係非常之重要嘅，特別呢當佢哋踏足迦南地嘅時候呢，佢哋要適應嗰一個環境，佢哋要建立自己嘅家園。神喺嗰1年之內唔會完全將佢哋係攞走，最重要嘅目的就係俾時間以色列人佢哋站穩陣腳。所以面對住荒野，面對住野獸，面對住喺一個新環境嘅適應，神俾佢哋有一個適應期喺當中。以至到呢以色列人踏足迦南地嘅時候，就唔會係慌慌張張，要建立自己嘅家園，又要面對住好多喺迦南地發生嘅事情。其實當約書亞後來帶領以色列人入到迦南地呢，神都有一次藉住約書亞同以色列人講咗一番呢好類似嘅說話。咁一個類似嘅說話就唔係單止俾以色列人有一個適應期。喺士師記第3章第1到第6節呢，聖經好清楚講出嚟，神喺當時唔即刻係將嗰啲嘅人全部攞走，係要留低一啲。佢嘅作用係乜嘢呢？喺士師記3章第1節開始嗰度就講啦。佢話耶和華留下這幾族，為要試驗那不曾知道與迦南爭戰之事的以色列人，好叫以色列嘅後代又知道又學習未曾曉得嘅戰事。留下嘅就有呢啲迦南族人。留下呢幾族第4節，要試驗以色列人，知道佢哋肯聽從耶和華藉摩西吩咐他們列祖的誡命不行。呢一個呢，原來唔全部趕走嗰啲嘅迦南族人，另外一個嘅作用就係要試驗佢哋，試驗佢哋行唔行神嘅道，聽唔聽神嘅律例典章。